这是的，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节目。今天是藏历2145年闰1月30号，公元2019年4月5号。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尊者前往新德里展开为期4天的访问；藏人行政中央安全部部长会见美国国会议员吉姆·麦戈文。第37届欧中人权对话在布鲁塞尔举行。外国记者协会敦促中国政府结束对西藏的严厉限制。下面请看详细内容。本周二4月2号，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从印北达兰萨拉启程，前往首都新德里展开为期4天的访问。期间，尊者将在新德里出席社会、情绪及伦理教育全球启动仪式。社会、情绪及伦理教育是美国埃默里大学开发的一个新的教育项目，旨在根据教育实践和科学研究的最新知识，为教育工作者和学生提供高质量、易于使用的课程和资源，使他们能够全面发展。社会、情感和道德教育计划也是在达赖喇嘛尊者的愿景和支持下制定的。达赖喇嘛尊者长期以来一直呼吁对儿童进行心灵和思想的教育，并在发展心理学、教育和神经科学专家团队的帮助下，采用一种普遍的非宗派的方法，将整个儿童的教育发展纳入教育和科学课程中。此外，本周一4月1号，藏人行政中央安全部部长帕巴次仁在华盛顿会见了美国国会议员吉姆·麦戈文。在当天的会晤中，部长巴巴次仁向议员吉姆·麦戈文介绍了在达赖喇嘛尊者的带领下，流亡藏人成功走向民主制而取得的伟大成就。部长也感谢了麦戈文议员长期以来对西藏自由事业的关注和支持。而议员麦戈文也强调，将会一如既往地支持和援助西藏的自由事业。另外，第37届欧中人权对话于4月1号至2号间在布鲁塞尔举行，为期2天的对话活动谈及中国与欧盟的一系列人权相关议题。中国代表团重点关注经济和社会权利方面的成就。欧盟承认中国在经济和社会方面所取得的进步，但是坚持认为应该对政治和公民权利给予同等的重视。欧盟还敦促中国遵守国际法律与标准，尽快批准1998年签署的《公民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并且落实由联合国人权机构所提出的建议。欧盟也强调了中国公民与政治权利被限制的状况，并对人权捍卫者遭大规模打压状况提出关切。请继续收看今天的最后一则新闻。在中国侵占西藏、迫使达赖喇嘛尊者为首的数万藏人流亡印度60周年之际，中共官方再次发表白皮书，称西藏的民主改革是最伟大的社会变革等。在中共发表白皮书的几天后，一个由204名外国记者组成的协会在北京发表西藏立场报告，敦促中国政府结束对西藏自治区的严厉限制。该报告指出，中国当局严格限制藏区各地居民、外国游客进入西藏需要获得中共官方所需求的签证和特别许可。去年底，美国国会2院通过的入藏互惠法案，经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后正式成为法律。但在藏人流亡印度60年，中共当局所谓的敏感月期间，不同于往年，中共下令延长封锁西藏整整2个月。从今年1月30号至4月1号间，不为外国游客办理入藏许可。观众朋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节目就到此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